濱景花園坐落於城門河畔，入伙至今已有38年，係一個歷史悠久嘅屋苑。屋苑綠化面積約有15萬平方尺，當年園藝設計同埋空間規劃與而家建築標準有住明顯嘅差距，因此我哋面對唔少先天性嘅限制。我哋團隊深信，園景嘅美感並非單靠栽種名貴花卉，而係源自專業嘅園藝管理同埋細心嘅保養。即使面對花槽過高、資源有限或者強風日照等天然挑戰，我哋仍然一貫秉承尊重生命嘅態度。38年嚟，心艱細作，克服種種困難，守護住呢一片城市綠洲，展現出對可持續發展嘅堅定承諾。既然先天條件難以改變，我哋就從植物嘅基本需求出發，陽光、水分、土壤同空氣。我哋團隊會根據唔同植物嘅特性同生長習性，精準咁制定施肥、灌溉同滅蟲。花王會細心修剪各類植物，包括球形、半球形、線條及造型等等。花王亦都會剪除部分殘花或者幼果，讓植物將養分回流至根部或者芽點，促進下一輪花芽分化，延長花期。我哋亦都會進行插種工作，以提升園景觀賞性同埋可持續性。而家屋苑各種嘅植物都生長得非常茂盛。濱景花園雖然已邁入第38個年頭，但難力憑藉我哋嘅專業同埋堅持，悉心照料下，令到屋苑裏邊各種植物花開不斷，草木長青，與歲月和屋苑一同茁壯成長。